來繼續是在地人在地情，來看台中林業保育署甲在地的樟腦故事館來合作，舉辦山林走讀的活動，要讓民眾來感受到森林文化的溫度甲價值。行佇咧山林內底，除了署分導清，閣有解說人員為大家導覽山林知識。台中林業保育署為了推廣森林文化，即天佇咧當時林業文化園區舉辦免費的山林走讀活動。園區導覽解說讓顧客、遊客能夠了解到這些植物、花花草草，還有水生植物。那剛好這次有機會可以跟我們地方的樟腦故事館合作，來推廣這個樟腦素材的部分，還有我們園區自然生態跟歷史。除了帶民眾熟悉彰化和台灣林業發展的歷史線索，還有彰化 DIY 體驗。林保署講，透過結合地方故事、林業歷史和自然素材應用，希望讓民眾重新感受森林文化價值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